日約翰書第4節樣講出家啲，龍種從上帝裏出世，打仗呢個事件，從上帝裏出世咩意思呢？龍相上帝在耶穌基督裏面，這個能打仗呢個事件要咩呢？要痛苦，要逼迫，用各樣嘅這個對付嘅。各樣嘅問題，自家對付嘅，相信主，佢勸大家去得勝嘅路，佢嘅通才，透過乜嘢呢？透過自家嘅信心對耶穌基督，自家能打贏呢事件，突即嘅痛苦，突即嘅逼迫，因為到咩呢？呢個日約翰書5第5節一樣人講自家啲，每年打贏呢個事件，除了家，每年相信。耶穌基督係上帝，耶穌基督係救主，自家超透過呢個信心，能夠打贏呢個，透過自家嘅信心對耶穌基督，所以自家係信耶穌基督，自家得到大福，係咪呢？因為佢嘅通才係帶自家心理得福、平安、健康，阿門。